又嚟到華海廣場啊！我呢日寫下啦，無驚無險又到3點，大三巴我最愛，今日再食漢堡包。大三巴我真係嚟過好多次啊，有時就冇拍啦，因為唔係下下都得閒啊嘛。今日喺1樓啦食啊，咁別有心裁。依家出咗啲套餐，發個朋友圈都最多可以送一個包，再加個薯條，再加杯嘢飲。好多活動可以過嚟試下。抖音呢邊嘅團購都好抵啊，成日都有新品啊。今日呢個煙燻漢堡我覺得唔錯，可以過嚟試下咯。就係大家記住下嚟呢邊停車要停對面招商銀行嗰邊，唔好停呢邊，因為呢邊華海比較貴啊。佢呢邊係冇停車免費嘅，即係如果你嚟呢邊最好停對面啊。對面停車場咧就免費1個鐘嘅，即係如果你唔係食得太耐，1個鐘夠你停，唔錯啊。